弟兄姊妹早晨，主內平安。咁咧，感謝神今日有機會又同大家分享聖經嘅信息。咁我哋不如一齊祈禱先。真係天父，多謝你，讓我哋可以聆聽你嘅話語。求你開啟我哋嘅悟性，亦都咧叫我哋有信服遵行嘅心，喺你嘅說話裏邊得着益處。求你臨在我哋嘅當中，我哋同心禱告，奉主名求，阿門。咁咧喺過年大約過年嘅時候咧，咁我就去咗呢一個埃及文物展喎。咁啊，點解我會去咧？係因為我見到有一隻卡通嘅貓啊，即係電視喺度影出嚟咧，我覺得好得意。咁咧就有唔同嘅顏色啊，又好酷啊，黑黑地咁樣咧，我就好想去買嗰隻貓。於是咧我就去睇個文物展啦。不過當我睇完個文物展之後咧，我就決定唔買嚇。咁啊稍後就話俾大家聽點解我唔買咯。咁咧呢個文物展咧，呢啲係我其中影嘅相嚇。咁咧我發現咧喺個文物展裏邊咧，唔單止幫助我更加明白古埃及嘅文明，更加咧讓我明白到咧一啲舊約聖經嘅場景嚇。咁啊先講隻貓先，點解我唔買咧？原來我發現咧呢一隻嘅法老貓啊，佢係法老王前邊嘅守護神嚟嘅，就係咧守護生育、保護家庭嘅。咁下低咧捲住一嚿嚿嗰個咧係真係文物嚟嘅喎，係貓嘅木乃伊嚇。咁咧當其時咧仲即係展出咗有5隻嘅，有大有細。咁我估計可能係貓爸爸、貓媽媽跟住幾個小朋友咁樣啦。咁咧有貓嘅木乃伊。咁咧中間嗰個咧係一個法老王嘅像。咁咧我睇翻個資料咧，呢一個法老王咧大約喺公元前1500多年嘅時候，嗰段時間做皇帝嘅，做即係埃及嘅皇帝。咁若果推翻即唔係推翻佢啦，當然即係結合翻聖經嚟講咧，大約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嗰一段嘅時間嚇。當然係咪即係好準確地係嗰個年代咧？現在係無從稽考嘅，但係大約係嗰個年代。咁我會講，若果係大約嗰個年代，即係前前後後，無論係咪呢一個人作王都好，嗰啲嘅文化應該都差唔多。咁啊，大家試下考下眼力咯。你見到呢一個皇帝中間佢兩隻手揸住啲嘢嘅，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嚇？係咪揸住啲嘢啊？其中一隻手揸住一個好似杖咁嘅嘢，係咪啊？係一支杖咁樣嚇，一個權柄咁樣嚇。另一隻手咧就揸住一個咧，其實我都睇唔清嘅。我放到幅圖好大咧，都睇唔清。買咗本書去睇咧，佢又冇好仔細咁講。但係我會覺得嗰把一係就係一把短劍，一係咧就係一個咧呢一個好似中國人我哋講嚇奉天承運，跟住咧。皇帝詔曰嚇，就係一個皇帝嘅諭令啊！咁似乎咧就比喻緊呢一個嘅埃及王係擁有住權柄嚇。當然揸住支杖嗰個嘅權杖咧係一種軍事嘅能力。跟住咧，若果無論佢係另一隻手揸住把刀或者一個諭令嘅時候咧，代表住佢有嗰個嘅皇權嚇，有管治嘅權，亦都有軍事嘅權。咁啊，再要大家咧打醒12分精神。你見唔見到佢頂帽中間有一嚿嘢㗎？難睇啲啊！嗬，嗰度係有一隻雀仔嘅。佢個頭頂嗰個冠上高有一隻雀仔。咁咧，我翻查一啲資料咧，雀原來喺埃及人嘅裏邊嚇嗰啲嘅小雀咧，係有一個神臨在嘅一個意義。原來埃及王整個嗰個嘅打扮，即係我哋話成個 outfit 嚇，成個外形咧，係表達住唔單止有一個軍事嘅權力、管治嘅權力，佢仲有神權，係被上帝加持。咁咧，當我睇到呢度嘅時候咧，我喺度想像，當以色列人埋怨喺曠野冇肉食啊，啲嗎哪好淡而無味啊，上帝俾咗咩佢哋食啊？俾咗鵪鶉嚇，大家有冇咁嘅記憶啊？嚇，即係一刮一個大風咧，哇，數之不盡嘅鵪鶉嚇，一啲小雀俾啲以色列人作為咧食糧。
呢個咧聖經冇記載，係本人自己嘅估計同聯想嘅。咁咧盼望我將來返到天家咧，可以同神有啲對話，問下佢係咪咁啦。我會覺得呢一個埃及王，佢頭冠上邊有隻雀，表明上帝嘅臨在。但係上帝似乎刮咗佢一巴。上帝嘅臨在要靠隻雀，上帝呼一呼風喚雨，全部啲鵪鶉愛嚟俾人食嘅啫嚇。唔係一個王權嘅象徵。咁咧跟住好啦，繼續喺隔離嗰度咯。見唔見到有個像咧？就有個人跪咗喺度啊！見唔見到啊？佢個髮型係點㗎？光頭㗎嚇。大家好醒目嚇，即係咁樣講咧，冇俾我跣親嚇。佢係冇髮型嘅，因為佢係光頭嘅，仲有啲紋身嘅佢個身嚇。咁咧佢跪喺度做咩咧？隔離有兩個人形嘅物體，嗱，你留心睇咧，佢個頭唔係人形嚟㗎，都係雀嚟㗎。佢個頭係咪啊？嚇，都係一啲動物嘅頭嚇。咁呢個咧就係埃及人佢哋咧敬拜梵神嚇，即係乜嘢都敬拜一餐。跪喺度光頭嗰個係乜嘢？係邊個嚟嘅咧？係一個祭司嚇，係要被嗰啲偶像咧嚟到去加持呢一個嘅祭司。咁跟住好啦，再下低，大家見到乜嘢啊？見到一隻獸啊，係咪啊？嚇，似乎係一隻即係類似羊咁嘅東西嚇。最低嗰度係咪有一隻又似羊又似牛嘅東西啊？咁咧，當我見到呢一個即係文物嘅時候咧，我第一樣諗到嘅係以色列人出咗埃及喺曠野。當咧喺曠野嘅途中，摩西上咗呢一個西奈山去領受法版。咁咧佢哋又見唔到摩西喎。咁咧嗰啲民眾咧就將啲金鏈啊、金戒指啊抌晒出嚟，叫亞倫做咗乜嘢啊？金牛犢，叫亞倫做咗金牛犢。咁當我見到呢一啲嘅圖像嘅時候咧，我就會想到點解啲人會做咗金牛犢嚇？係因為佢嘅環境就係咁樣啊嚇。點解經常要提住唔好拜偶像？因為佢哋就係咁樣拜偶像。咁咧睇完個文物展咧，就更加咧挑動到我嘅興趣咧，就去睇下究竟喺摩西嘅年代，埃及嘅社會係一個點樣嘅社會嚇？咁咧我就上網揾咗啲圖片喎。咁咧用第一幅為計啦。第一幅咧，大家見唔見到有幾個光頭佬圍住一個人瞓咗喺度啊？見唔見到啊？第一幅嘅圖片，大家估計下瞓喺度嗰個係乜嘢嚟嘅？死人嚟嘅係咪啊？好醒目喎，啲弟兄姊妹嚇。若果有個人死咗喺度，啲祭司又圍住佢，你估佢哋搞緊乜啊？嗱，埃及好出名嘅木乃伊，嗱，連一隻貓佢哋都捲到咁啊嚇！人做木乃伊，因為佢哋相信死後有死後佢哋管治嘅世界，死後有死後嗰個享樂嚇。做嗰啲祭司咧，處理緊一個屍體，做緊木乃伊。跟住啦，隔離嗰幅咯，比較複雜啲啦。隔離嗰幅嘅上邊嗰幅圖，呢一幅嚇比較複雜啲。大家見唔見到有啲人跪咗喺度啊？喺最盡頭嗰度，有人跪喺度，跟住中間有幾個企喺度，跟住再後邊有兩個坐喺度。見唔見到啊？嗱，仔細睇咯。咁如果俾你去估計，嗱，坐喺度嗰兩個人咧，係唯一着咗衫嘅，成套衫。見唔見到啊？白色衫，成套着咗衫。其餘嗰啲咧就只係即係如果跪喺度嗰啲侍女咧，就少少搭住上身啦，有條圍巾咁樣啦，個下邊嚇。另外中間嗰三隻嘢啦嚇，因為唔係人嚟嘅，因為個頭唔係人嚟嘅嚇。如果我用中國人嘅説話咧，應該係幾隻牛鬼蛇神嚟嘅嚇。作為咧呢一個法老嘅保護者嚇，因為坐喺度嗰兩個有衫着嚇。點解我估計佢係法老咧？大家再仔細睇咧，其實嗰兩個人前邊係有一隻貓喺度，係有一隻貓喺度，因為係法老嘅貓
守護住法老。咁代表住乜嘢呢？法老係至高無上，坐喺寶座上邊嚇，其餘嘅只不過係奴隸，甚至乎牛鬼蛇神都係為佢而服務嚇。跟住亦都幅圖嘅下邊咧有啲魚，有啲禽鳥嚇，跟住上邊咧就有啲軍人啊，有啲野獸，代表住法老唯一坐喺度嘅，控制住整個天上地下，擁有埋個皇權。呢個就係法老王點樣定位佢自己。咁跟住下邊咯，下邊嗰幅圖咧，我盼望嚇大家睇得出係一個咩嘅場景嚇。咁咧下低嗰幅圖見唔見到又有啲人咧，又係淨係着住即係下低一條圍巾，上高又係冇着衫嘅，見唔見到啊？嚇，跟住咧就有人咧就拎住個叉啊，似乎咧係打緊一個趴咗喺地下嘅人，係咪啊？跟住然後遠遠嗰度咧又有兩個人喺度搬緊嘢喎，係咪啊？你估呢個係咩場景啊？嗱，同聖經有啲關係嘅。以色列人喺埃及做咩啊？奴隸嚇。出埃及記記載啦，摩西見到見到埃及人喺度打緊咩啊？打緊以色列人嚇。呢個咧就係我喺網上邊咧揾到當其時喺摩西年代即係嗰個社會嘅狀況嚇。人咧係膜拜住呢一個嘅法老，因為法老自詡為神權與王權共集一身。而當其時嘅祭司係負責處理遺體嚇，而且咧亦都需要一啲偶像嘅加持，仲係咧光頭嘅嚇。跟住一啲嘅以色列人咧就係作為奴隸嚇，一啲咧被虐待嘅人。咁好啦，以色列人喺埃及430年，若果按約瑟佢做完首相之後，佢哋冇耐就要做奴隸嘅話咧，佢哋可能做咗奴隸都300幾年㗎啦，整個嘅宗族，整個嘅歷史。而出埃及嘅人咧，成年嘅男子咧有60幾萬，咁如果包埋婦女啊、兒童，可能200-300萬。呢一啲嘅人由佢出世到離開埃及，整整幾十年嘅人生，就係圍繞住俾啲光頭祭司喺度即係拎拎查查咁樣，跟住然後咧就膜拜住法老，因為咧係皇權與神權嘅集中，跟住周圍咧就有嗰啲嘅偶像，然後自己只不過係一個奴隸。咁民數記就喺呢一個背景底下寫成，而民數記1至10章咧，大概即係民數記1至10章咧，係喺佢哋出埃及第2年嘅2月初1日，就喺民數記1章嗰度講明嘅，就開始寫民數記1至10章所記載嘅事情，就係喺出埃及第2年嘅2月初1日。咁佢哋幾時出埃及咧？就係對上一年嘅正月14日。換句話說，佢哋只不過係離開咗埃及1年零半個月。離開咗1年零半個月，咁咧有一個猶太裔嘅牧師咧，佢就講啦：以色列人佢哋係離開咗埃及，人離開咗埃及，不過埃及並冇離開佢哋。聽唔聽得明呢句説話？佢哋人係離開咗埃及，不過埃及並冇離開佢哋。佢哋人就已經喺曠野，不過佢哋嘅記憶，佢哋嘅感受喺邊度啊？喺埃及。我諗咧呢啲就係好多移咗民嘅弟兄姊妹都會明白呢種體會嚇。你就算移咗民1年2年，移咗民去個新嘅環境啊，有新嘅朋友、新嘅社區。不過可能你發下夢咧，都會記住你喺香港嘅屋企，喺樓下嗰個菠蘿包嚇，即係同啲朋友去食雲吞麵。你嘅記憶仲喺嗰度。咁咧，我哋就帶住呢一份嘅思緒咧嚟到去睇今日我哋即係要睇嘅呢一個第6章嚇。咁咧第1、2章咧講到上帝數點人數，唔係要數下究竟幾多人出埃及上帝有幾咁本事，而係數點啲人數咧，係將佢哋成為軍隊，係愛嚟打仗，去打
迦南地去得應許地嘅。跟住3、4章咧就係講到咧去揀選祭司或者係叫命定祭司同埋利未人呢一個支派，佢哋唔同嘅宗族負責有唔同一啲敬拜嘅事宜。有啲咧就係負責搬個約櫃啦，抬個約櫃啦；有啲咧要負責嗰啲聖幕啦；有啲又負責一啲嘅硬件啊，一啲即係建築嘅硬件啊咁樣。咁跟住然後到第5章就係上個星期分別就係志輝傳道同埋何牧師喎，啱啱都係即係啱啱兩位都喺度嘅時候咧，就係咧佢哋就講到咧一啲聖潔嘅相處，同埋咧一啲聖潔喺關係裏邊點樣保持聖潔？點解要咁做啊？因為上帝就住喺佢哋嘅當中。然後今日嚟到第6章，我哋會講一種嘅人叫做拿細耳人。稍後咧我會詳加解釋嘅。咁跟住然後到7到10章咧講到其他一啲聖潔嘅條例，就關於一啲嘅物件啦。咁好啦，長話就短説，我哋咧嚟到睇拿細耳人。拿細耳係一個譯音嚟嘅唔係一個族群，係一個譯音，係一啲咧願意自己分別為聖歸向上帝嘅人，願意將自己分別為聖歸向上帝嘅人，無論男女，無論佢哋嘅年紀，不分支派，不分宗族，只要佢有咁嘅心願，佢就可以成為拿細耳人。咁而拿細耳人呢，第一個規矩咧就係咁嘅，要逃避清酒、濃酒、酒造嘅醋、葡萄同埋所有葡萄相關嘅祭品，你都唔可以食嚇。咁咧，當我睇見呢度嘅時候咧，我其實係有少少諗法嘅我自己嚇。因為咧，一向我哋即係好多時候聽民數記都會聽到就係因為葡萄咧隨手可得咁咧，所以咧就喺日常嘅生活裏邊咧，我就禁戒呢啲咧好容易就得到嘅嘢。但係當我去諗翻，佢哋當其時喺邊個環境啊？喺曠野啊！曠野係咪葡萄可以隨手可得嘅嘢啊？係咪啊？唔係喎。而且佢哋啱啱出咗埃及1年啫嘛，佢哋之前幾廿年喺埃及做咩嘅話？做奴隸噶嘛。葡萄、清酒、濃酒係一啲咩嚟㗎？享受嚟㗎。你覺得奴隸會唔會有呢啲享受咧？當然今日葡萄係即係周街都有嚇。咁若果我話日本嘅香印提子，你屋企嗰個菲傭或者印傭係咪隨手可得就拎起就食啊？你嗰啲辣菲係咪佢中意飲就飲㗎？我諗我哋自己都唔係啦，係咪啊？所以點解會喺曠野同佢哋講清酒濃酒唔好飲啊？仲要酒造嘅醋都唔好食喎嚇。對我哋嚟講食醋好簡單啫嘛，點下麵包又會，食沙律又會。咁但係當我即係去諗下，點解佢哋連食醋都要講咧？第一當然係酒造嘅啦，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如果我哋回想舊約聖經喺路德記裏邊咧，路德作為一個外邦人走去執麥穗噶嘛，佢執咗之後，嗰個大財主波亞斯叫佢一齊，你過嚟一齊點啲餅食啊，你招啲醋嚟食啊，即係話當其時醋咧，唔係一啲僕人婢女可以食到嘅嘢嚟嘅，唔係作為奴隸嘅以色列人可以享受到嘅嘢嚟嘅。清酒、濃酒、高級嘅調味料、葡萄嘅祭品，呢啲咁甜美可口嘅嘢，唔係佢哋可以食到嘅嘢。咁點解上帝咁多餘嘅，叫佢哋唔好咁樣做，唔好咁樣食嚇？嗱，我又覺得，如果你話阿 Rita Chow，你唔好晚晚飲辣啡嚇，唔好咧朝朝咧鮑魚撈飯即係咩撈飯啊？嗰啲叫唔係鮑魚叫咩撈飯？魚翅撈，你唔好朝朝魚翅撈飯。咁我梗係唔會咁做啦嚇，即係大家都有所不知，傳道人都唔係好高個薪水啊！我點能夠晚晚去飲紅酒，朝朝去食鮑魚魚翅咧？係咪啊？咁上帝係咪講緊多餘嘅嘢咧？又唔係喎。我相信上帝嘅心意
呢一段嘅說話唔單止喺曠野裏邊嘅以色列人要知道，仲係佢哋日後進入咗迦南地，當佢哋攻取咗迦南地之後，嗰啲葡萄真係隨處可得嚇，嗰啲嘅享受的確佢哋好容易就有。上帝預備定佢哋嘅心，即使喺埃及你冇咁嘅享受，但係當日後你有嘅時候，你都要緊守。若果你願意高度嘅聖潔歸耶和華為聖嘅話，你要自限制你自己，唔好喺你嘅心思裏邊。你喺埃及見到啲人即係喺度飲酒作樂，喺度食葡萄，你係點啊？你只係跪喺度嚟到去服侍嘅。你唔好恨咁樣去食葡萄，唔好恨嗰啲嘅調味料，唔好恨嗰啲嘅酒。將來當你有一日去到迦南地嘅時候，你都可以自限控制你自己，唔係追求享受嘅人。而講到拿細耳人同祭司利未人有咩分別呢？祭司利未人係被上帝揀選，而且有年齡嘅限制，20歲開始到大約50歲咧就榮休噶啦。咁當然我都好想50歲就榮休嚇。若果係嘅話咧，我已經榮休咗啦，不過未到嚇，即係唔係我未到，係我未到。應該點講咧？我未到香港嘅榮休嚇，應該咁講。係啦，咁咧就佢哋可以飲酒，只限男性，但係拿細耳人唔可以飲酒，唔可以食葡萄，而且佢哋係男女老幼，不分年齡，不分宗族。只要你願意，上帝就接納你可以歸向佢。咁除此之外咧，拿細耳人咧仲有一啲嘅條例嘅喎。咁咧呢度叫做離族歸神嘅日子。離族嘅意思咧就唔係我哋中國人嘅思想裏邊嗰啲剃度嘅人走去深山咧嚟到去即係去出家嚇，即係變咗師姑和尚。離族嘅意思係即使你活喺一個世界嘅生活裏邊，不過你唔按住世界嗰個世俗嘅價值觀去生活，包括唔好用剃刀剃頭嚇，任由啲頭髮留長去嚇，要聖潔。咁咧上一個禮拜咧，何牧師提醒我哋，聖潔咧唔係代表完全完美嘅意思，係代表分別出嚟。點解歸上帝為聖、歸向上帝嘅人要留長頭髮，唔好剃頭咧？頭先我俾大家睇咗埃及嗰個祭司係咪啊？埃及祭司有冇頭髮㗎？冇頭髮㗎，剃到一乾二淨㗎。神提醒拿細耳人，提醒想親近佢嘅人，你唔好學嗰啲世俗化嘅，剃晒頭，以為自己咁樣係聖潔，唔係。你歸俾上帝先係聖潔。再者咧，仲唔可以掂啲屍體喎？唔可以掂嘅屍體包括埋佢哋嘅父母、弟兄、姊妹嚇，因為佢哋離族嘅頭要歸上帝為聖嚇。咁呢度提到啦，佢哋唔可以掂到屍體，但係佢哋幾十年嚟喺埃及嗰啲祭司掂唔掂屍體㗎？掂唔掂㗎？掂，愛嚟做木乃伊㗎嘛，仲係講緊另一個世界嚇。呢度講到，因為點解唔要掂屍體？點解要分別為聖？因為上帝係生命嘅泉源，死亡係沾染上帝嘅污穢。所以拿細耳人同祭司同異教祭司嘅分別係乜嘢呢？以色列人嘅祭司，佢哋有個面牌嚇，大祭司寫住歸耶和華為聖，係上帝揀選。但係假如你願意自己都去服侍上帝，分別為聖嘅話，上帝都接納你，俾你個頭，用你嘅頭髮嚟到表達你係分別為聖。跟住異教嘅祭司用刀剃頭，可能對佢哋嚟講呢個叫做潔淨。不過喺上帝嚟講，你留返頭髮，唔好跟嗰啲世俗嘅人，嗰啲嘅習俗，呢個先係聖潔。唔可以處理屍體，因為上帝先係生命嘅泉源。你唔需要去搞啲屍體嚟到搞任何一啲死後有任何嘅生活嘅嘢，呢啲唔關事。
唯有信靠上帝。咁好啦，當我哋咧即係知道有呢啲嘅規矩嘅時候，你話我可以刻意地我唔去飲酒，唔去享受，唔去食葡萄嚇，或者咧刻意地我唔去剃頭髮，呢啲係我哋做到嘅。但係有冇人喺我哋身邊死咗咧？我哋就避唔到嘅喎嚇。咁咧呢度講到啦，若果有人失驚無神喺拿細耳人嘅身邊死咗嘅話咧，咁拿細耳人就要用贖罪祭同埋咧燔祭嚟到咧去再一次嘅潔淨。咁而完咗之後，你要另定一個日期咧，再歸向神，因為咧已經沾染咗世俗，所以咧重新要再嚟過。另定日期嘅時候咧，就要有一個叫贖愆祭啦。咁好啦，拿細耳人佢即係嗰個分別為聖嘅日期咧係自選嘅，你可以選終生，你可以選3年、5年或者3個月、5個月、1年、10年，自己揀嘅。當你選定嘅日期滿咗之後咧，你就分別就要獻燔祭、贖罪祭、平安祭、素祭、奠祭、搖祭，更加要將你離俗歸神，你留起嗰啲頭髮剃咗落嚟，獻喺平安祭嘅火上邊。唔知道大家聽見咁多祭咧，有冇頭都暈埋嚇？咁我讀一次咯。燔祭、贖罪祭、平安祭、素祭、奠祭、搖祭、贖愆祭。咁咧，我見大家見到我個 table 咁清楚咧，你就睇得容易嚇。但係當我睇經文嘅時候咧，9至21節呢個祭嗰個祭，搞到我想同林牧師講，我唔祭啊，我唔想講啊嚇。但係當我諗深一層，點解要咁多祭咧？係因為上帝容許人有機會，即使沾染咗世俗，讓人可以透過獻祭嚟到再次同佢一齊復和，再次返到去佢嘅身邊。咁咧，俾埋啲圖大家睇啦。贖罪祭係獻斑鳩或者咧鴿子，燔祭係獻羊羔，冇殘疾嘅羊羔。贖愆祭係獻公綿羊。平安祭係將所有嘅獻祭神獻祭者可以食埋一份。嗱，剛才嗰啲嘅斑鳩啊、羊羔啊、公綿羊咧係唔可以食嘅。平安祭係可以食嘅。素祭咧係將上帝賜俾人風調雨順嘅農產品咧嚟到獻上。跟住奠祭奠祭咧就係將酒嚟到傾倒嚇。就唔係好似我哋中國人即係呢一個即係一啲習俗咧會奠酒嚇。中國人嘅奠酒咧係祭鬼嘅，而古以色列人佢哋嘅奠酒咧係代表傾出嚇。跟住搖祭咧代表上帝拎住咧最靚嗰嚿肉嘅部分喺度搖下搖下。咁咧我哋唔好記乜嘢祭嚇。我想大家咧去睇下嗰啲祭背後嘅意義。贖罪祭嘅意義係上帝為咗要潔淨同埋赦免人。燔祭嘅意義係讓人完全降服喺佢嘅面前。贖愆祭嘅意義係當我哋犯咗錯嘅時候作出一個嘅補償。平安祭係上帝願意人同神之間有復和，跟住上帝賜俾你雨水、陽光、種子、植物，所以獻上素祭作為一種感恩。因着上帝咁多嘅恩典，咁願意同我哋一齊，於是人傾出所有就有奠祭。當我哋願意傾出所有，願意感恩，願意犯錯，願意去到上帝面前復和嘅時候咧，上帝就會拎起即係用祭司拎起啦，一嚿上等嘅肉搖下搖下。祭司可以食，獻祭嘅人可以食，代表住上帝對你嘅悅納。好似頭先敬拜隊帶領詩歌嘅時候，一路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我自己一路唱嘅時候咧，我個身都不其然喺度搖下搖下，代表住咧嗰份嘅快樂同埋喜悅。拿細耳人係人自己願意喺世俗之中分別為聖歸向上帝。
而各種獻祭嘅條例就代表住上帝接納一啲自願歸向佢嘅人，一種愛同埋接納。人愛上帝，上帝接納你嘅愛，跟住人尊榮上帝，上帝喜悅你尊榮佢。咁咧，曾經許道良牧師係播道神學院咧前幾任嘅院長，佢咧曾經講過，神愛我哋咧係我哋嘅權利嚟嘅，因為係與生俱來嚇。呢一個係我哋與生俱來，神愛我哋，因為神就係愛。但係得唔得到上帝嘅喜悅，能唔能夠得去悅納，係靠我哋努力，有冇維持與上帝之間嘅關係，就要人嚟到去付出。所以我哋見到拿細耳人所獻嘅祭一啲都唔少嘢。頭先提到喺民數記開首嘅時候，數點人數係為要揀選嗰啲人嚟到去打仗，20歲開外成為軍隊。我就會形容拿細耳人係嗰啲不分年齡、不分性別、不分宗族嘅人，甘心樂意，唔單止係成為軍隊，仲係軍隊嘅精兵。喺佢哋嘅生活裏邊分別為聖，唔貪求世界嘅享樂，甘於平淡。喺群眾嘅裏邊，唔係學習世俗嘅人一樣，而係願意顯露佢嘅身份，唔沉醉於世俗。如果用新約嚟講，不以基督為恥，而喺關係嘅當中，愛上帝、尊榮上帝，過於尊榮佢嘅父母、兒女、佢嘅家人。因為耶穌話：若果你愛父母、你嘅兒女超過愛我嘅話，不配作我嘅門徒。有啲人可以咧咁樣高度嘅聖潔嚟到去選擇歸向神，咁而神呢，就不設界限咁樣嚟到去祝福人。所有佢屬佢嘅人，無論你選擇做拿細耳人或者唔選擇做拿細耳人，上帝都願意祝福你。佢咧就吩咐大祭司要祝福咁樣嘅會眾，咁樣祝福會眾啦，就係願耶和華賜福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佢嘅臉光照你，賜恩俾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如果祭司咁樣祝福會眾，跟住咧，神就會按住祭司咁樣祝福嚟到賜福人。賜福係代表住上帝想你興旺，想你平安；保護係代表住上帝高度嘅關注，你失腳嘅時候，佢扶持你，保護你；仰念係代表住慈愛嘅笑容望住你。呢一位嘅上帝主動嘅帶領人離開埃及，離開為奴之地。今日耶穌基督都係主動嘅嚟到我哋嘅當中，拯救我哋，讓我哋脫離罪嘅轄制，得自由。佢亦都願意樂意接受每一個自願歸向佢嘅人。同時間，無論你選擇高度嘅聖潔歸向佢，或者你只係想做一個即係我哋所講平平凡凡嘅信徒，唔願意即係行前一步嘅，上帝嘅祝福都普及於你。面對呢一位無論你係點嘅，佢都願意拯救賜福你嘅神，我哋會點樣回應佢呢？會唔會想學習拿細耳人一樣，分別為聖，作高度自律嘅精兵，操練僕人嘅心智？即使你今日好富有，但係都操練僕人嘅心智，過簡樸嘅生活，去鍛煉服侍上帝嘅心智。耶穌都係以奴僕嘅形象嚟到世界，佢嚟到嘅時候，甚至乎枕頭嘅地方都冇，拒絕享樂同榮華嘅試探。唔知道弟兄姊妹你又點選擇呢？唔好效法呢個世界。世界講緊我哋要得救，世界講緊得救係我哋要得享樂、得榮華，但係其實得救係指我哋嘅生命可以同上帝結連。我哋傳嘅唔係發達嘅福音，唔係食買玩嘅福音，係一份得救、脫離世俗、
與上帝同在嘅福音，同埋拒絕一啲違背上帝性情嘅事。而呢一個就係點解我睇完文物展之後，我拒絕買嗰啲法老貓，因為我唔需要有任何嘅守護神喺我屋企。耶穌基督係我家之主，神無條件嘅拯救，我哋又願唔願意以上帝為我哋一生上乘之選，唯一嘅選擇，甘願限制自己過高度嘅生活，作佢嘅精兵呢？選擇權留喺大家嘅心裏邊，由你自己揀。我哋一齊祈禱。慈悲仁愛嘅天父，我哋要感謝讚美你，多謝你拯救差派你嘅獨生愛子嚟到拯救我哋。求你幫助我哋，即使喺俗世嘅當中，仍然要謹記與你同行，分別為聖。當我哋唱嘅詩歌要盡力愛你嘅時候，求你俾我哋口唱心和，真心誠意，竭誠嘅傾出真係愛你。願你幫助我哋，唔單止帶領我哋脫離罪，更加幫助我哋唔留戀世界嘅貪婪、榮華、罪中之樂，一生作你聖潔嘅精兵。求你施恩幫助我哋，因為我哋咁做嘅時候，我哋知道上帝你就會喜悅，好似舊約一樣，舉起上等嘅肉作為搖祭與我哋分享。上帝，我哋多謝你，聽我哋同心禱告，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